7月1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誠實、正氣、做事有自己一套原則嘅人，有少少固執，自尊心亦都比較強。無論做啲乜嘢咧，都好認真咁去完成，唔會輕易放棄嘅。就算對住一啲比較熟嘅人咧，你都唔會太過輕率，亦都唔會講笑。所以有時咧，俾人感覺咧有少少嚴肅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屬於非常之認真同埋老實嘅類型，覺得愛情咧就係結婚嘅對象，亦都冇辦法咧去出軌。結咗婚之後，你都會係好努力咁樣為家庭出心出力嘅人。而喺性格方面，你希望自己做主導，好熱情咁樣同對方翻雲覆雨。夜晚同埋日頭嘅你，嚴肅嘅形象咧會成為一個好大嘅反差。如果可以坦白將自己嘅需要同對方講嘅話咧，你哋之間嘅愛會更加深厚同埋親密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無論你做任何嘅嘢咧，都會使命必達，直至完成任務為止。你會好努力咁樣鑽研每一件事，確實咁樣做出嘅成果。你身邊嘅人咧亦都非常之欣賞你，而你腳踏實地唔浮誇嘅性格，亦都為你帶來穩健嘅財富。但係小心有貪念啊，因為金錢嘅誘惑咧，而令到自己性情大變。記住唔好俾金錢嘅力量所吞噬咧，咁你就會有穩健嘅財富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面對每一件事嘅時候咧，你都好難用一個純粹嘅心態去對待，有時太過謹慎，習慣睇一件事咧有懷疑同埋批判。可能學識下接受生命嘅無常，或者生命其實係好純粹，人亦都有時會好純粹嘅話咧，咁你會更加睇得清生命嘅真相。